Hello，各位好，歡迎嚟到深深解碼觀察室。今集我綜合咗 Parker 喺幾日前同埋喺幾個月前嘅預言一齊同大家分享嘅，因為大部分嘅內容呢都係有關於宗教戰同埋一啲世界大事嘅預言。咁唔好講咁多啦，先睇下 Parker 有啲咩預言。Craig Hamilton Parker 一個靈媒會同大家傾下未來嘅事。今日我哋會講下2026年，睇下到時會發生啲咩事。好快咧會有一大堆關於我哋平時叫做 UFO 嗰啲資料咧，會喺美國公開，唔係得少少，而係成堆成堆嘅爆出嚟。仲會有啲關於 UFO 墜毀嘅資料。當然大家成日講 Area 51嗰啲嘢啦，但其實我唔係咩 UFO 迷嚟，其實我對呢啲嘢真係唔係好了解嘅。但係我不斷見到黑海，仲見到歐洲有 UFO 墜毀過，可能係古代歷史，可能係好耐之前發生嘅事。但我哋冥想入面見到黑海，會唔會喺土耳其北部定係黑海附近某啲地方發現咗乜嘢嘅呢？即係有證據顯示以前真係有 UFO 墜毀過嘅地方，到時成個新聞都會俾呢件事吸晒焦點。尤其係 Epstein 嗰啲檔案呢，我預測咧到時咧都會一齊慢慢流出嚟。我哋預測就係未來幾年喺2030年前，我哋會見到一場宗教內戰。某程度上咧，美國而家好似發生緊內戰，唔係咩？當我哋見到咧，好似可以話係非法移民同 ICE 之間嘅種族戰爭咁樣執法咧，真係好創傷性。呢啲會帶咗好多痛苦，但同時又係有需要嘅。而家喺英國同歐洲，我認為我哋好多分歧都集中喺，我不得不說，激進伊斯蘭主義上。呢個係啲人唔願談論，亦都係害怕談論嘅話題，因為一旦談論就會被取消資格。但係呢個真係我哋而家必須解決嘅問題，唔係咩？世界咧喺2026年真係多事之秋啊！我計嚟計去咧，覺得都係留喺泰國好啲啫。但係我明白大家而家咧好難申請長居簽證㗎，因為咧好多人想過嚟做長居簽證，但係又冇銀行戶口喎，銀行咧亦都唔接受你開戶，又因為你冇長居簽證。咁如果我買樓送簽證嘅話，得唔得呢？其實咧個成本都幾高㗎，所以我為大家計嚟計去之下咧，就覺得而家呢個 promotion 咧就非常之啱時刻啦。咁你聽清楚咯喎，無論你申請10年、15年或者20年嘅簽證，如果想帶埋屋企人嘅話咧，只係劃一50萬匹啫。呢一個會籍費嘅優惠喺市面上從來都未出現過嘅，係咪好抵呢？哇！慳咗成幾十萬㗎喎，咁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大好嘅機會，但係優惠期係有限嘅，去到3月尾啫。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更加多嘅資料，就去我嘅 Facebook 啦。如果想聯絡我呢，亦都可以經過電郵、Facebook 嘅 message 或者 IG message 俾我嘅，睇下有啲咩計劃啱你啦。好啦，唔阻大家睇世界大事啦。喺呢一度呢，我就要補充少少啦。Parker 呢，自從喺上年就不停提大家宗教呢，其實都係源於一個精神嘅啫。咁宗教戰爭呢，喺未來，如果我哋唔好好處理嘅話呢，係一定會發生嘅。不如我哋睇一睇喺幾個月前 Parker 講過啲咩啦。隨住反移民運動開始出現呢，我見到未來歐洲各地呢，將會有好多針對穆斯林嘅暴動，而且社會上關於呢件事嘅緊張氣氛咧，係會進一步升溫。事實上，我見到有一個好強烈嘅趨勢，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變得更加激進。基督教唔一定係基督教價值觀，但係用基督教呢個標籤咧，幾乎變成一個戰場。我見到美國都會發生類似嘅情況，左翼同伊斯蘭聯盟同傳統美國思想之間嘅緊張同摩擦會不斷上升，同埋更加傳統嘅美國人思維之間會有一場針對我所見到嘅美國馬克思主義嘅大戰，好似覺醒運動啦，Woke 已經發展成一種新嘅非常危險嘅政治力量，而且佢可能會同伊斯蘭教攜手同行。雖然美國入邊嘅咁多伊斯蘭教徒，但喺某啲方面，美國對多元宗教嘅包容度都比唔少歐洲國家高。
我真係覺得會有啲跡象顯示有其他來源嘅資金流入喺入邊咧。同時我都想講咧，其實圍繞住伊斯蘭教都有好多正面嘅事情發生緊，因為我見到一個重大嘅伊朗會有一場革命，呢場革命會改變世界，改變伊斯蘭教負面形式，伊斯蘭主義嘅國際上面影響力會變得更加正面。而古波斯嘅精神身份呢，會以一種更加溫和嘅伊斯蘭形式呢再次登場。呢種改變會由伊朗帶出嚟，可能會幫助到減低一啲壓力啦，亦都可能有助結束中東地區嘅衝突。我預見到未來會有啲衝突，因為當伊朗發生呢場革命之後，咁遜尼派同什葉派之間會有一種重新調整。喺伊朗革命之後呢，沙特阿拉伯同伊朗會建立一個令人意外嘅外交關係，呢件事對全世界都會好有益，因為中東好多衝突其實唔淨止係以色列同伊斯蘭之間，仲有伊斯蘭內部自己嘅矛盾。我見到伊斯蘭呢，唔同派別之間開始建立多啲和諧，我亦都見到咧教宗會受到攻擊，其實唔係嚟自伊斯蘭，但我個人覺得佢最後應該係完全冇事嘅。不過咧呢件事咧始終都會上報紙，到時一定會有好多詳細嘅報道。咁所以因為佢世界對某啲阿伯拉罕宗教嘅態度咧會有改變，包括歐洲同英國傳統基督教嘅興起，呢個其實係對伊斯蘭教嘅一種反應，會引起好多緊張局勢，所以有好有壞。我仲見到歐洲會有啲新嘅情況出現。會有一位好直言不諱嘅基督教講者喺歐洲呼籲要禁止伊斯蘭教，咁樣明顯唔會幫到手解決問題。但我見到呢啲事會發生，會有啲極端嘅聲音出現，我感覺到會有咁嘅情況。呢啲聲音會喺荷蘭或者德國呢啲地方冒起，因為有時我見到同感受到呢啲嘅，我都會聽到，我聽到嗰把聲，因為荷蘭文同德文對我嚟講聽落有啲似。我其實唔識呢兩種語言，但係我感覺到有個男人嘅聲音俾咗我呢種感覺，佢會喺國際間吸引到好多追隨者，之後會俾社交媒體封鎖。可惜未來會有好多紛爭。我真係希望而家作為唔同文明嘅人，我哋應該可以喺多元之中揾到一啲團結，同埋要明白其實所有宗教都有共同嘅核心，都相信有一位普世無處不在嘅神，但而家仲未到。長遠嚟講，世界會改變，因為而家係 Kali Yuga 時期嘅最後階段。我真係覺得就最終有一日宗教之間會團結咧，大家都會更加明白彼此。到時世界發展落去，咁好多方面都會進入黃金時代。但我希望喺呢段期間，我哋可以學識對大家多啲包容。可惜係我而家嚟到，感覺到2026年會有衝突發生。作為一個靈媒咧，時機往往係最難掌握嘅。你會留意到佢好多事件入邊，最後都會有一個解決方法。所以呢段時間可能係我哋開始解決世界上一啲問題，慢慢邁向世界更大和平嘅時候。喺歐洲唔同嘅地方，我都見到有好多農民喺度發起武裝起義。我見到歐洲有啲糧食短缺，我覺得農業行業會有混亂，英國都會受影響。呢啲地方會包括荷蘭，但都會蔓延到法國、德國同意大利。我又覺得收成會有啲困難，農民對自己權益唔滿意，會有啲問題。英國都會有呢啲情況，不過英國面對嘅問題同歐洲嗰邊有啲唔同。但我覺得農民開始諗起上嚟。我仲見到農民會將佢哋嘅拖拉機停喺唐寧街外邊咧，喺倫敦市中心搞啲混亂。另外咧，全球都有好多年青人起義，特別係大學。我覺得喺不久嘅將來，美國境內將會出現一個由新一代 Z 世代年輕人所發起嘅全新嘅社會運動。呢個運動咧都會蔓延到歐洲。呢個有啲似一個年青人運動，佢哋係反抗，覺得自己被呃，特別係因為 AI 嘅問題，同埋而家啲人讀完大學都揾唔到工。我覺得特別係美國嘅學生唔中意，所以會有好多學生起義。一方面係佢哋嘅事業被打亂啊、顛倒啊，另一方面係政府又冇幫手啊，而且讀完大學都冇保證一定揾到工，所以呢方面會有好多動盪。呢啲動盪會慢慢變得團結一致。
好似之前有 Black Lives Matter 同 Me Too 運動，即係我見到會有一個屬於年青人嘅運動出現，感覺我哋聚埋一齊係因為我哋都對年青人被忽視感到不滿。你仲記得馬來西亞航空 MH370 航班咩？我覺得佢哋會喺2026年發現其中嘅一啲部分，呢啲部分會喺泰國出現，所以呢，呢個會引發更多有趣嘅問題，關於嗰架飛機究竟係邊度墜落啦？因為我見到有啲嘢會被衝上岸。喺泰國或者有嘅嘢會被衝上泰國岸。而家我哋會講下環境同地球變化嘅話題嘅，呢啲就係我對環境同地球變化方面嘅一啲預測。我覺得土耳其會發生一場大地震，呢件事都有可能影響到伊朗某啲地區，因為我覺得而家全世界都發生緊好多地殼移動。我仲覺得喜馬拉雅山區都會有問題啦，北印度可能都會有啲咩事發生啦。因為我覺得嗰度會有一場大地震，可能會造成好大嘅破壞。我見到水流會被影響，溪流都會亂晒，甚至恒河都可能因為北方嘅地震而受影響。加勒比海地區一向都有好多頻繁嘅風暴，但係我覺得今次將會有一個特別巨大嘅超級風暴。喺美洲風暴季節期間呢，正式出現，仲有一個特別巨大嘅風暴會喺美國嘅東岸出現啦。仲會向北移動咧，比預期咧去得更遠，感覺上會沿住海岸線一路向上，去到好高嘅地方。你知啦，會去到好遠，甚至再向北。你喺紐約都仲會感受到，因為個風暴實在太勁。所以我想講，仲有土耳其嘅地震，係我今年見到另一個大地震。我仲見到有一個核設施受損，我見到有啲有毒物質洩漏。而家我唔肯定係咪核能，定係可能係化學品之類嚟嘅。我覺得呢件事係法國發生嘅。我覺得我就係喺嗰度見到，我有種法國嗰種感覺，有啲有毒嘅洩漏，唔知係核能定係化學品嗰啲嘅。我覺得2026年世界好多地方都會有水危機，澳洲我覺得都會有呢啲問題，全世界都會有好多水資源問題。伊朗而家已經有啲水問題，但我見到情況會變得好嚴重。水壩同埋水井會乾晒，非洲其他地方都會有，南非都話會有水危機，其他地方都一樣。但係去到遠東嗰邊，佢哋就水多到日出嚟，我覺得會有季風問題，好似所有嘅都集中咗一個地方嘅。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歐洲，都淪為水資源而煩惱。我見到澳洲都會有呢啲問題，喺美國西南部出現，亦都喺南歐見到。乾旱天氣都會影響到伊朗搵飲用水會出現嚴重嘅問題，特別係中東地區。你可以想象下加沙嗰啲地方會點，但我都覺得伊朗都會喺成個地方都乾晒。但係歐洲又熱到焗爐嘅，但係遠東地區就感覺到有水災。我見到中國有水災，仲有季風問題都好嚴重，所以而家兩邊都出現極端情況。我覺得冰島好似有啲氣體問題，我覺得自己好似俾火山煙咁親嘅，所以咧佢都係冰島嘅人成日都要小心啲嘅。我唔覺得會摧毀雷克雅未克或者咩大件事，可能有一團雲咧係由冰島飄過去，搞到飛機同其他嘢都受影響嘅。不如我哋講下，我覺得未來科技同醫學會發生啲咩事啦。因為我夢到一座新型嘅建築物啦。但我唔知呢個會喺邊度起噶啦。但我夢見咗一座建築物，佢有一個類似大球體嘅嘢。咁呢個係一個非常生動嘅夢，佢就好似一個巨大嘅球形建築，銀光閃閃，從好多方面嚟睇都非常之靚嘅。呢件事俾人睇到咗，希望佢既能幫助保護環境，亦都能幫助人類。呢個好似係一個象徵，但係係咪真係嚟呢？ AI 都可以係 AI 嘅象徵。我哋會發展一種新嘅能源，一種搵能源嘅新方法，感覺好有智慧，可能會用到核能或者類似嘅嘢，但同時又會用到人工智能。我哋開始建設一個可以改變世界未來嘅設施。因為如果我哋有無限能源，你睇下我之前講過咁所有嘅好似旱災咁，但如果我哋可以將海水淡化，咁我哋就可以令澳洲變綠，令其他地方都變綠。撒哈拉沙漠都可以
我好多年前已經有呢個想法，我覺得呢個真係一種烏托邦式嘅方法，可以改變我哋身邊嘅物質世界。所以會唔會今年就係我哋開始打破傳統觀念，發現一種新嘅能源形式，一種同水有關嘅新造能方式呢？咁會唔會已經有人計劃緊，或者有啲計劃準備去建造呢啲咁嘅？我哋會唔會喺新聞度見到？對我嚟講，呢樣嘢似科幻小說嘅。但我見到呢樣嘢，俾咗我一種對未來有希望嘅感覺。我覺得呢樣嘢係發生咗地球，而唔係火星或者其他地方。但係成件事又好有科幻小說嗰種感覺。長遠嚟講，仲有好多希望嘅空間。將來會有一個長遠嘅突破，一個科學上嘅重大發現。到時我哋唔單止可以為 AI 提供能源，因為我哋而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能源，而能源又會帶嚟環境同污染問題。但我哋真係需要一種乾淨無限嘅能源。當然會有好多醫學突破啦，會有癌症方面嘅醫學突破。而家真係有啲好重大嘅癌症醫學突破出現嘅。我覺得去到2026年呢，我哋會好接近可以一勞永逸嘅醫好呢個病。雖然我唔覺得可以完全消滅晒，但係我覺得我哋真係好接近有重大突破。特別係而家講緊個人化疫苗呢個概念，每個人都唔同。而 AI 而家已經可以研發一啲好似個人化疫苗咁嘅。但其實喺未發生之前，我已經講過，我見到會有為每一個人度身訂造嘅疫苗。之後 AI 出現呢，咁當然令到呢件事呢變得可能。咁雖然我講嗰陣時，大家都覺得好難實現呢，因為要做咁多功夫真係好誇張。但係同時去到2026年，我見到抗衰老方面會有突破，好似基因編輯咁嘅技術或者其他嘅，我覺得呢樣嘢會令醫學界震驚，真係幾震撼。佢仲包括一種新方法咧，可以令皮膚再生，令一個人睇落更加年輕。但係其實呢樣嘢唔係一種新嘅健康，所以呢樣嘢一定會有爭議。究竟呢啲係純粹貪靚定係真係健康？我哋係咪真係應該發展呢啲技術呢？但我覺得呢啲技術咧，只係令佢人外表靚嘅，雖然佢嘅內裏未必真係完全健康。不過我之前都講過咧，會有啲新突破即將出現，但係我覺得今次我哋會見到嘅係一個抗衰老方面嘅突破。至於呢樣嘢係咪真係對人有實際好處，就要等時間證明啦。呢樣嘢其實都係貪靚多嘅，好似之前咁減肥針咁嘅，咁人可以減磅，呢啲都係針對人哋外表多啲。我覺得經濟到2026年都會係一個幾棘手嘅問題。第一個呢，我覺得就係大家一路講緊 AI 泡沫，就好似以前大家過度投資嘅網絡熱潮一樣，都出現過問題。而家咧就有 AI 革命咧，大家咧都將錢咧湧晒入去啦。但我覺得去到2026年咧，呢方面咧會有調整，市場會有一次大修正，因為可能 AI 方面投資過多，導致股票大幅下跌。我之前今年早啲都講過呢樣嘢，提早預警過。但係咧，我真係覺得呢件事就快發生。今次真係嚟緊，有啲似南海泡沫事件，大家都將錢一窩蜂咁投落去，比特幣嗰啲都成日發生同樣嘅情況。你知啦，升緊嘅時候冇問題，但係隨時會爆煲。我覺得會有一個大調整，大約喺春季。而呢一切好大程度上，實際上係估值過高造成泡沫破咗。但係幸運嘅係，我亦都覺得呢個唔會俾世界帶嚟災難，會嘅。咁意味住咧，呢個只係暫時嘅現象。因為事情會調整翻，回復正常，其實會似一個大調整多啲嘅。而家加密貨幣去到全世界每一個國家，我覺得加密貨幣都會出現一個好嚴重嘅問題。我覺得有一隻好出名嘅加密貨幣，唔好意思，我唔肯定係邊一隻。我哋會見到加密貨幣出事嘅一年，我見到有一隻主流加密貨幣會崩盤，可能會跌咗40%到70%咁多，呢個急跌會好嚴重。有可能係比特幣，我覺得比特幣都會出事，有可能有兩隻幣會出問題，可能有新嘅監管措施出現。我覺得而家外邊都冇乜人講緊有新監管，但好似有啲嘢已經被落實咗，可能係因為世界各地發生緊嘅其他經濟問題而引起。佢之前都行得幾好，但會撞板，之後最終都會復甦翻。你唔使擔心，比特幣唔會永遠消失，但我覺得佢都會受影響。其中一個主要嘅加密貨幣咧，會受到一個好大好嚴重嘅打擊。
我又覺得呢件事可能會分兩個階段發生。第一階段會喺年頭發生，之後會有第二個階段，可能會喺夏天尾入秋嗰陣時發生，但係肯定第一下會喺春天發生。呢啲就係我對世界經濟嘅一啲諗法。我知道好多炒加密貨幣嘅人咧，都會揾靈媒問下意見。我唔知其他人點講，不過咧佢就係我而家嘅感覺。唔好意思，我都會對運動同精神娛樂方面嘅預測。其實我對運動一啲都唔熟啦，平時都唔係好留意運動，其實可以話完全唔識，咁樣反而好，因為我就唔會有啲先入為主嘅睇法，唔會預設咩會發生。我知道2026年有 FIFA 世界盃，我感覺到啦。首先我見到今次會喺幾個國家一齊舉辦，不過我覺得墨西哥嗰邊會出事，會有啲涉及貪污或者某啲騷亂嘅問題。同毒品戰爭、販毒集團喺佢有關，好似有啲破壞性嘅勢力想搞亂咁嘢。雖然唔會令成件事停駛，但就會成為頭條新聞。我覺得入決賽佢會係西班牙、阿根廷同法國之間。我覺得決賽會係西班牙對阿根廷，應該會好緊湊，但係我覺得阿根廷會贏。我見到呢，沙特阿拉伯崛起成為全球體育帝國。我覺得去到2026年，佢哋會買入一間歐洲大球會，真係好大間嗰啲，例如可能係西班牙嘅華倫西亞或者意大利嘅國際米蘭。我見到沙特阿拉伯咧有大筆資金買入一間大球會，會引起好大嘅迴響。而家體育都變咗做生意，唔係咩？我覺得好多人都唔會中意發生咗呢件事，會發生，但係都冇辦法。我見到 Netflix 會有大麻煩，佢哋股價會大跌。我覺得 Netflix 會流失好多追隨者同人氣，其實成個行業都會有一個重大嘅警醒，因為佢哋拍咗嘅唔係大家中意嘅，只係將以前佢哋翻炒一次又一次。我係見到 Musk 佢會投資一間電影公司，真係會搞亂晒荷里活。我覺得佢可能會收購某啲公司，甚至試過想買銀河便車指南嘅版權。佢哋開山之作應該都會係類似嘅高質素嘅電影。但係佢哋會涉獵好多其他範疇，仲有更多唔同嘅嘢，會有多啲70年代風格嘅電影啊嚇，好似動作片咁，仲有啲劇本寫得好啲嘅戲。去到2026年，唔止馬斯克，成個行業我見到會有大洗牌咧，好多人都會為此驚。仲有荷里活可能會搬去杜拜，而唔係繼續留喺美國。所以而家真係要做嘅嘢去解決呢個問題。因為好想快啲同大家分享 Parker 幾個月前已經講嘅預言啦，所以我就打咗英國嘅尖。如無意外，我哋盡快會出下一集英國嘅。英國都可以話係多事之秋，究竟個程度去到邊呢？大家就要留意啦。如果未訂閱小台嘅，就記得訂閱啦。Superfans 實際支持就最開心啦。如果喜歡今集嘅內容，唔使我多講噶啦，大家喺留言區留 comment， 最緊要其實係 comment， 唔係淨係個一字嘅。不過如果你好忙嘅話呢，留個一字我都好多謝你嘅。好啦，下集見。